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任泽平老師先聊任泽平老師，在有時間的話再聊一聊胡一金老師。為什麼聊任澤平老師呢？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他這個文章是採訪任老師會員群裡面的一個會員，讓我們知道這個任老師那割起韭菜來那也很厲害當然了，這個文章真假不太好說，我們姑且這麼一聽吧。這作者叫財經365頁，他標題叫賣港險推房產，我和任澤平半年虧損20幾萬的 VIP 會員聊了聊，也就是採訪那個任老師會員群裡面的一個會員。這個會員呢，半年跟着任老師後面是吧？買紅綠市場也不多也就賠了20幾萬，那比那個賠1000多萬的吧，褲衩子都飛了的爆倉的來說，那簡直是叫擦傷，是吧？像作者說這是一篇價值2980元的對話，如果你認真看完，相當於賺了2980元，還附贈一堂生動的知識付費避坑課。好，大家都聽一下這一節課，這個節目價值2980元，你聽到的都是賺到運氣了，這個走運了最近前恆大首席經濟學家網紅大 V 任澤平陷入了輿論漩渦，導火索是一位群友滿倉滿融爆倉虧損1000萬，讓這位老法師站上風口浪尖。說實話，我也很好奇，一個2980元的 VIP 會員到底能買什麼？是財富密碼，還是一張韭菜入場券？然後這個人把他的付費在微信小店裡面付費2980元的那個截圖給發出來了是叫澤平宏觀澤平宏觀年度課程合集2980元繳費截圖作者說於是他說我找到了一位澤平宏觀直播課 VIP 會員，她是一位35歲做珠寶生意的女老闆，有房有店，炒股10幾年。今年1月，她刷到了任澤平的公開課，覺得2000多也不算貴，就掃碼入了會，然後為我們揭開了任澤平老師會員群是什麼個樣子的。這個2980能幹些啥？這是作者和這個35歲的會員他們的對話。怎麼交費呢？有給過你發票嗎？這裡面很多截屏我們就不講了只是講這個過程。說通過微信小店付費的，沒有和我提過發票，我也沒要過。您加入會員後馬上被拉到群裡了嗎？對，我在69群，群裡大概有130人，但7月15號突然解散了，我們都莫名其妙。那次解散就是因為連續暴跌之後有人爆倉在網上開始的吧，所以輿論就出來了。那個時候任澤平把他所有的群給解散了。群裡平時能討論嗎？這個會員說不能，如果在群裡發言他就踢你。就是這個群只是單向的你接收信息的，你不能在裡面說話，你只要說話就把你踢掉。我有一次不小心把要發給助理的消息發群裡了，2次就給我踢出去了。我私下問小助理，你們拉群的意義在哪兒？是怕學員互相溝通嗎？然後說回復是很冠冕堂皇，說是分享資訊數據，不是討論群。我說其他知識付費群200人大群隨便聊，人家也沒事，但是沒人理我。就任澤平老師對他的群管理是不准說話，只能聽他一個人說那為什麼呢？後面也講到然後這個作者就問這個會員呢，那你在群裡面任澤平老師到底講了些什麼呢？什麼知識呢？會員說講邏輯，講方向，比如科技依然是主力方向，什麼66大賽道，但具體哪些龍頭股，哪些 ETF 他從來不說。那這個任澤平老師把握的還是不錯的，因為你不能荐股你要說具體的股票，那你就完了，你涉嫌这個違法。
所以他只講板塊，講科技股，对吧？講這個硅基啊，講站在光裡。然後那個作者就問他，你問過任澤平啊買哪些股票了嗎？會員說問過，我讓小助理轉達，能不能在合規範圍內講詳細一點？也就是說啊，大家都想知道買哪只股票，什麼時候買，對吧？這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什麼時候買，什麼時候走，對不對？什麼價位進去，什麼價位出來？他回復說啊，你去看公眾號裡那些理財小知識，什麼基金怎麼買，這些東西網上一搜一大把，我需要花2980嗎？所以啊，這個錄播課程也沒有什麼具體內容，就2980，你只是買了一堆不知道什麼，對吧？理財小知識，而且這個會員說啊，2980只是基礎會員，如果你想提問題，這個2980交了只是啊接收什麼所有的課程，你也不能發言啊，就是給你推送一些知識啊。如果你想提問題怎麼辦呢？他是不會回答的。想深入交流，再花12萬加入私董會，可以吧？2980只是啊第一步啊，不对，他前面還有幾十塊錢的啊，一步一步來。那這個和割韭菜不是一樣嗎？2980啊，下面接一步就是更深入了解的啊，想了解更多的要交12万加入私董会。这我想起了那个谁吧，那个申哥是吧？这還沒有完呢，終極是100萬的終身會員。你交100萬終身會員，把這個作者嚇一跳。然後這個作者說啊，就問這個會員說啊，每期直播都有彈窗賣保險賣房子，就是任澤平直播的時候，那個群的會員就開始在裡面啊，有賣保險賣房子的。你說他在推香港保險和房產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會員說啊，從一開始入會就有，1個月至少一次，內部直播課的時候跳出彈窗，交2-3千塊，2天1晚，管吃管住，機票自理。你看看，就是我說的啊，帶你去香港買保險，去香港買房買保險需要交錢，對，要付2000多，帶隊去香港買保險，2天1晚，住宿加吃飯，機票是自己負責。我因為保險已經配過了，知道香港保險坑很多，就沒有買。您了解任澤平本人帶團嗎？他說他去的，最近還打算搞一個深圳看房團，也收費。他說深圳是中國硅谷，這種看房團鋪墊了很久嗎？鋪墊了1-2個月了。他說啊，等行情調整好，你們股票賺了錢就可以買房了。還說啊，自己在房產領域研究很深。你看啊，任澤平老師天天在那聲嘶力竭啊，什麼結構性調整，房子啊，一線城市還要漲，其他城市都要跌啊！你不，這就很多人蠢蠢欲動啊，想買房是不是？手上有錢，想投資房子，想財富自由。那任澤平老師就是你看啊，製造焦慮，就是很多其他地方房子還是要跌的，但是有的地方房子是要漲的。什麼地方房子漲？北京、上海、深圳一線城市房子在漲，對吧？人口流入的城市房子在漲，但是啊，人口流入的城市房子也不是都漲，有的地方漲，有的地方不漲。那你要想知道，你知道買課吧？買課，然後，對吧？一忽悠之後，我帶你去買房。這些套路我在以前都講過啊。所有想帶人去買房、買保險、帶人去幹這幹那個的，都是對吧？在割韭菜啊！任澤平老師居然幹這事了啊！這家伙這錢賺到手軟了。這個會員說啊，20多萬盈利吐回去，還倒虧4-5萬。那作者就問了，您加入 VIP 會員後，投資情況怎麼樣呢？就是你聽了課對吧？2980不能白花呀，聽了晚上還直播對不對？那你戰績怎麼樣呢？那個會員說啊，說實話，我之前自己買科技類基金，從1月定投，一度有20多萬的盈利。按我以前的風格，盈利到30%到50%，我就止盈。那為什麼沒有止盈呢？會員說啊，因為任老師一直說啊，逢低加倉，我確實加了，結果從2月加到現在20多萬，本來是盈利啊，沒有了，還倒虧4-5萬。你說說吧，就聽了任老師的。他推薦過這些基金嗎？沒有，基金是我自己選的，但逢低加倉的理念是他傳遞給我的，就是每次一跌趕緊加倉啊，這是倒車接人，牛回頭，千金難買牛回頭。他甚至啊
說這波行情會到9、10月份，什麼時候該撤了，我會通知大家。也就是任澤平呢，他認為9、10月份到頭，什麼時候撤，告訴大家。結果哪知道主力更狠是吧？提前跑路。作者說，等到通知了嗎？他到現在也沒通知我，盈利季全沒了。6月我其實想減倉的，但他說逢低就入，我就猶豫了。那風格怎麼說呢？就是讓你一直往前衝，對風險意識弱的人也很有煽動性。這半年來，他在直播中提醒過不要加倉，要控制風險嗎？會員說之前真沒有，就最近這2周才加上去，說不要加槓桿，不要頻繁操作，他絕對是要補救的，就是絕對是後面補救的。那作者就問他說那任老師是不是像其他的那些割韭菜的是吧？割韭菜经常展示自己的成功財務自由對吧？那房子一年的電費就得40萬呢，對吧？那個什麼大藍是吧？還有那個誰，所有搞这種割韭菜的什麼私董會的都得展示自己財富我看那個森哥動不動展示那個保險箱裡的黃金都放不下了已經。為什麼這樣？你不展示成功，那誰都願意交錢給你學成功對吧？這都是心理只有這樣別人才會，對吧？才會交12萬交100萬私董會然後這個作者就問會員說任老師是不是像其他人一樣也展示自己的成功那會員說太經常了，說15年股市高點我賣掉股票去買房，房產和股票之間的切換我早就做到了我早就實現財務自由了。財務自由的人去賣生髮水是嗎？你說是吧？不差你們這點課時費，我就是想幫大家做正心正念的事。正心正念。會員說對，像洗腦一樣，我不差錢，就是覺得自己有能力應該回饋社會，大家賺到錢就是我的福報。你怎麼看這種說法呢？會員說說實話，剛開始我是信的，畢竟他有經濟學家的名頭，恆大年薪1000萬，在房地產領域確有研究，但聽了半年發現講的都是假大空，跟預期差很遠。如果重新讓你選，你還會買嗎？不會了，對這個人卻魅了。那他到底是個什麼人呢？就怎麼評價任澤平老師說最近這事出來，有人罵他是大騙子，有人覺得他講的是对的，只是你自己操作的問題。你怎麼看任澤平這個人？會員說這個事情我說實話，他的套路蠻深的，這是我很討厭的一點。什麼套路呢？上課的套路，是吧？他的水平就比普通股民高那麼一點點，實際上不一定比股民高他就是那些課本上那些詞語，那些專業名詞稍微多一點，不代表他真的高實際上他實操可嘛比一個老股民還差點。他說你聽他講那些宏觀的東西，邏輯框架、政策解讀，口才好，幾萬人講座頭頭是道，但問題是這些東西所有財經主播講的都差不多，你覺得花2980元買到什麼獨家了嗎？並沒有。所以你覺得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我覺得是他講的都是對的東西，但是對你沒有什麼用的对的東西，也就是正確的廢話。你說科技是主線，這用你告訴我嗎？大家都知道，說科技細分為幾十個方向，他從來不告訴你具體哪個，就讓你自己裡面反复切換，這不就是那個算命的唄，對吧？那算命的伸出了一個手指頭這你3個人來問，說今年我們趕考能考幾個人呢？有幾個能考中對吧？那算命的和尚呱一伸手就這麼多不能再問了，再問就是泄露天機你自己猜去吧，对不对？是考上了一个，還是一個都考不上，還是只有一個沒考上，還是對吧一起考上？這個你就看你自己對號入座，對不對？那怎麼評價任澤平老師的課呢？會員說他的課設置的太商業了，2980是入門，想深入就要12萬的私董會，再往上是100萬終身會員，每一次直播課都在賣高階課，賣香港保險，賣看房團。這個任澤平老師真的是已經徹底掉到錢眼裡去了你賺錢是可以理解
但是賺錢要有底線吶，這麼賺錢，這個錢賺了自己也花不了啊。我估計任澤平老師後面恐怕有麻煩了，稅務局肯定要查他。那作者就問啊，他說你怎麼看他展示財務自由的表現？會員說啊，就是給自己立人設。我早就不差你們這點學費了，我是做正心正念，我想幫幫大家增加福報。聽起來好像是個大善人，但你想一想，一個已經財務自由的人，為什麼還費勁巴力的去天天直播，月月帶團？对啊，你說財務自由的人，你那麼厲害的吧？你哪有時間上課？你這自己对吧？去炒股，你早就成巴菲特了。沒想到啊，任泽平老師經濟學家也跟那個什麼申哥、大郎，什麼大郎是吧？什么那个啊，抖音上面的那些什么割韭菜的是吧？次董会的。原來玩的套路一樣啊，這個不是辱沒了這個經濟學家頭銜嗎？雖然是網紅經濟學家，但是網紅經濟學家那也是經濟學家，對不對？這下好了，這下經濟學家也成了罵人的話了啊。你覺得為什麼呢？會員說啊，不知道，可能是他喜歡那種被捧着的感覺吧。你看他直播間8萬10萬觀眾，火箭皇冠一直刷，那種氛圍容易讓人上頭。他說啊，我不是賺你們的錢，我是幫你們的，你們要聽我的。這跟宗教組織有啥區別嗎？那作者就問了啊，你覺得那些罵他的詐騙的人有道理嗎？會員說啊，虧了錢的人恨他，我覺得可以理解，賺了錢的人肯定也有的，不然他哪來那麼多鐵粉？問題是，你不能一邊說正心正念，一邊拿着8個字去收割信任。他從法律上來說啊，沒有直接推薦個股，所以你拿他沒辦法。但從道義上說啊，你天天洗腦似的喊逢低加倉科技牛，到時候我通知你們撤，然後人虧得一塌糊塗之後才補一句，我早就說不要加槓桿，這不就是甩鍋嗎？反彈到最後，我問他怎麼看待那個滿倉滿容虧了1000萬的群友，他說啊，我沒有那麼大的魄力。可能他有億萬身家，虧個1000萬也不算什麼。但假如他就是個2000萬身家，還上槓桿，確實一輩子就毀了。說這話時啊，這位做了10幾年生意的女老闆很平靜。也許正是因為這種清醒，讓他只是虧了幾萬塊，而不是更多。而那些虧了全部身家的人呢？知識的盡頭是變現，變現的盡頭是帶貨。當你花2980元。想要買到財富密碼時，你本身就是別人的財富密碼。這說的太對了啊！我一直強調啊，是吧？失敗的經驗可以借鑑，成功的經驗不能複製，沒有一個成功經驗可以複製的。所以說，在那兒售賣成功經驗的十有八九是騙子啊！不要說十有八九，就是99.99%吧，都是騙子。成功啊是不能複製的，但是失敗是可以借鑑的，坑的吧？都大同小異。我看了這個文章之後啊，我對任澤平老師有了新的認識。我感覺任澤平老師比夾頭還要惡心呢，對吧？夾頭老師已經夠惡心的了，為什麼任澤平老師也，對吧？他是不是比夾頭更惡心啊？這不就是割韭菜嗎？100萬呢，12萬呢，完了之後帶你去買房，帶你去香港買保險。有頭銜的水貨最害人啊！吹自己多有錢多有錢。恒大那個退款估計不知道退完沒退完啊。任澤平的學歷啊是真的，青島大學本科，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後，耶魯大學創新學者，每一段履歷都經得起查驗，每一個頭銜都貨真價實。但恰恰因為學歷是真的，他害的人才比那些一眼就能看穿的騙子要多得多。一個學歷造假的江湖術士，聰明人自然會避而遠之。一個頂着人大博士、清華博士後的頭銜的人，站在你面前，斬釘截鐵地說：“一線房價翻2倍，科技牛還在，你信不信？”很多人就因為這幾個燙金的頭銜，掏了2980元買課，滿倉滿容衝進去，最後爆倉離場。頂級學府教了任澤平什麼呢？我記得啊，任澤平剛從恆大出來，恆大爆了以後啊，他，對吧？他賣生髮水，他搞直播，但是我對他還是比較這個怎麼說呢？也不能說同情啊，就是說那種還是比較理解的啊。
就是也不容易，因為他沒有一個吃飯的地方，他不是在什麼研究機構，是國家養着他啊，他是自己刨食啊，完了自己還有一個團隊，自己要養自己團隊，感覺是不太容易，是吧？所以是一種理解。他賣了生髮水不是被罰了嗎？對吧？大家還記得吧？但是現在我再一看，這人走上邪路了啊！為了錢，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啊！開始開啟割韭菜模式啊！而且怪不得他那麼極端啊！什麼5000點不是夢，是吧？什麼現在不買新能源汽車，就相當於以前不買房，是吧？什麼現在不買太陽能，就相當于以前什麼，他總是用这种營銷術語，這個營造各種各樣的焦慮，感覺你要不買就被社會淘汰，被時代淘汰。2015年上一次咱們做節目說過啊，任正非老師是吧？他那個神奇的預言都是反向指標啊。一個人心歪了啊，讀再多的書啊，學歷再高都沒有用。我們再看啊，這個胡適啊，紅綠市場啊，這個新聞週刊一篇報道，這個報道實際上就是告訴我們，對吧？你如何看待胡適？這個紅綠市場到底是幹啥用的？對吧？就是看了中國新聞週刊這個報道，你對這個紅綠市場有一個全新的認識。標題叫董事長一家3口擬套現10億元，公司上市才4年 ，IPO 融資超9億，累計淨利潤4933萬元。上市4年，從市場拿走9個億，就是金融消費者給了9個億啊，他拿走了，融資9個億。這4年裡面，他總共利潤一共賺了不到5000萬。然後董事長一家3口現在要減持，要套現10個億，這就是大家所參與的紅綠市場。就是他先從池子裡面拿走了9個億，然後他產生了多少利潤呢？5000萬。然後現在大股東這一家3口還要減持，還要從池子裡面拿走10個億，大家就知道為什麼杭州、上海那個2個億一套的房子，全款付30萬一平的房子全款付，都是誰嗎？7月22號，超卓航科公告稱，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李光平、王小春、李毅涵與上海太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股份轉讓協議，擬以每股42.8元轉讓合計2384萬股，佔總股本的26.6%轉讓價款總額10.2億元。完成後，控股股東將變更為太陽科技，就是董事長這一家把公司賣掉了，他也沒全賣完，這還有股份在裡面。實控人變更為蔣家富、蔣士成。公司股票於2020年7月23日開市起復牌。公開資料顯示，李光平為超卓航科董事長、總經理。李光平與王小春、王春曉為配偶關係，夫妻倆李毅涵為這夫妻倆的兒子，一家3口，董事長、總經理一家3口在本次交易完成後，王春曉所持股份為0，李光平、李毅父子仍持有23%的股份。你看，就這麼賣，還沒賣完呢，把公司賣掉換了大股東了，然後他們還有23%股份，已經拿了10個億走了還有23%股份，你說是吧？我就不知道有什麼腦子正常的人會玩這種，对吧？市場。超卓航科成立於2006年，主營定制化增材製造、機載設備維修、航空零部件研發製造，業務覆蓋航空航天、電力電氣。不說了超卓航科2022年7月1日在上交所科創板成功上市，募資總額9.24億元。2022年至2025年，公司累計淨利潤4933萬元。這是什麼公司啊？這到底幹啥用的？4年就賺了4000多萬，5000萬不到。完了之後，老闆是吧？財富自由了。這不是一家這個還有7月21號 ，A 股集成灶第一股浙江美大開盤跌停，報6.44元，總市值42億元。7月22號又跌了4%，跌破40億市值。那浙江美大為什麼跌呢？
它是生產那個灶具的啊，集成灶。7月16日晚間，浙江美大正式披露权益變動報告書，官宣公司控制權即將變更，創始人家族合計轉讓公司30%的股權，對應交易總價款12.9億，將近13個億，就把公司賣掉了。交易完成後啊，深圳新藍圖將成為新任控股股東，實控人變更為跨境電商企業星海創新創始人張海正。同樣啊，夏氏家族就是這個原來的大股東董事長，他們把30%股權賣掉之後，還剩22%的股權，只是把自己的控股權賣出去了，公司賣掉了，他成為二股東啊，套现13個億。但是他的理由什麼呢？他的理由是董事長年紀大了，80歲了，幹不動了，然後他的孩子啊，他的兒子女兒都不願意接班，那对他幹的這個事情不感興趣，所以你說80歲那還幹到什麼時候呢？這個兒子女兒都不願意去當總經理董事长，就不去接這個班，不去趟他這個事業。他們都在這個公司幹過，幹了一段时間之後，人家是真正的像《環球時報》說的，幹自己的爱好事情去了，幹自己的興趣和特長去了，認為幹這個集成灶這個事情呢沒什麼前途，不願意幹，他就不願意來接班。那這個老頭子沒辦法，直接把公司賣掉，套现13個億。還有20%幾的股份，這真實原因是什麼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看他這麼多年都不一定能掙10幾個億啊，人家一套现立馬10幾個億拿走，這個錢誰掏的呢？對吧？最終都是由金融消費者買單。你還以為對吧？人家是可以在這賣，雖然是賣給一個定向，賣給一個別人啊，讓別人來當大股東，人家拿了之後，人家是要对吧？把這個再拉高，再去分發往出賣，无利不起早。啊，人家进來接盤的都是想賺錢的，賺誰的錢呢？總之不管賺誰的錢，原來的大股東是不是已經拿走了？你想想那個什麼聚力神所是吧？聚力所居上市15年，還一共沒掙多少錢，但是大股東家族在裡面，楊子家族在裡面已經掏了幾十個億走了。為什麼那麼多人執迷不悟呢？對吧？明明知道這些信息都是公開的，没有人編造啊，不是誇大什麼在這兒造謠啊，自己可以隨便查。都是公開信息。那個貝萊德說了啊，我只是來投資的，結果發現自己是吧？他們要把公司賣給我，買都買不完。你看真的賣公司啊，你這不是2個賣公司的了？你說貝萊德遇到這樣的人能受得了嗎？是真把賣給你啊，對吧？聚力所居套了多少錢呢？那都是誰的錢呢？最終都是金融消費者買單啊，執迷不悟是吧？所以這個市場啊，紅綠市場。你可以說我就是消費，我拿2萬3萬，我就是來玩兒，捏腳不也花錢嗎？對吧？那我也找這種刺激可以，對吧？沉浸式體驗沒毛病，但是你千萬要記住，不要指着這個翻身，不要指着這個發財，不要指着這個說啊，當做你失業之後被裁以後的一個什麼正當職業，千萬不要，對吧？哪怕你去騎上小電驢子去送外賣，都比紅綠市場要靠譜得多。這個市場你炒下去，你玩下去，最終的結局90%的人會像上海爺叔那樣的，會最後變成神經叨叨、甲亢，對吧？那種很亢奮、神經叨叨，整個後半生都毀了。這個上海爺叔現在什麼都看不進去啊，他的生活只有這個股票。而且股票裡面只有上海建工，其他他啥也不看。90%的股民啊，最終會是這樣的一個結局。當然了，如果你按照你是跟我說的一樣啊，是說我就是消費，我就是拿2萬来玩，那可以是吧？我就是消費，我這不要了。我去澳門玩啊，对吧？我記得我掏了500還是1000，对吧？換了籌碼，然後我說好了，這1000輸掉就走人。我就是來體驗一下，对吧？不都說那個澳門這挺有意思的嘛，是吧？那我就來體驗，1000塊輸完就走人，你就當消費嘛，你不是去了，對不對？今天這個胡市啊，那依然是資本市場的壓艙石啊，定海神針啊。今天我看了一下啊，這個日韓股市啊又開始上竄下跳，這韓國股市啊又向上熔斷，它往上漲又熔斷了。我看現在它到了7000點了，它從9000多點下來的吧，下到6000多點，現在又回到7000点，上蹿下跳，收盤好像漲了4%，這是低質量的上漲啊，
這個給韓國的股民帶來了無盡的災難，也幾十萬人已經褲衩子都沒了。你現在漲起来有什麼用呢？這個就是他往下一殺，把那做多的褲子扒了，扒了之後，现在往上一漲，把那做空的褲子又扒了，对吧？把那看空做空的啊，来回杀，血流成河，对吧？但是海力士还是海力士啊，人家業績還是好啊，業績不变，還是這麼好的情況下，他來回殺，所以說啊，這就是亞太資本市場的這個本色。而我們這個就沒問題了啊，我們這個可以說挑不出什麼毛病啊。你看今天漲了9個點，對吧？不要看它好像沒怎麼動啊，好像一個要死的人那個心跳，对吧？不是的，這個就說明它平穩，非常穩。今天漲了0.25%，对吧？這是在積蓄力量。前2天是吧？這個力量對吧？啊，消耗的比較大。深圳成指呢，漲了0.44%，北證呢，漲了0.05%，你看這都是走直線啊，一條直線。那麼你就想控制，你都控制不到這麼好。科創綜指，對吧？科創50那是主動回調啊，回調3個點。創業板指數呢0.25%，你看啊，主要的這些指數都是走一條直線，一點毛病都挑不出来啊，對吧？你怎麼說？這是高質量的一條直線呢，波動非常小，這樣不可能讓金融消費者跳樓的，那頂多讓你对吧屁股燙一下，或者对吧是賬戶縮點水，但這個都是主動為之啊，這主要是對吧？這個是啊積蓄力量。但是今天這個是老燈股啊，把這個硅基股啊，這個小燈股，把這些科創股、科技股按在地上摩擦的一天，或者是叫這個老燈股暴動的一天，老燈股復仇的一天。今天整個成交是2.2萬億，急劇縮量啊，縮了5000億，這是個好現象。為什麼是好現象呢？就說明籌碼鎖定度啊非常好，大家都不願意賣，金融消費者啊牢牢的拿住手中的籌碼，任你对吧怎麼折騰，他就是不賣，說明看好，高度看好。2.2萬億啊，少了5000億。那今天呢，我說是今天消費者最開心的一天。雖然你看指數沒動啊，指數根本就沒動，波瀾不驚，但是今天是4260家上漲，也就是今天是金融消費者都在叫喜開懷是吧？樂開懷。我看了一下，今天中位數好像1.2%，就是一半的股票漲幅在1.2%以上都漲了。然后主力安排了1208只，這主要是小燈啊，科技股，以科技股為主的啊這些板塊，1208只回來倒車接人，對吧？讓你能夠重新站到光裡。這回記住了，把褲子穿上，別到時候去了就發現沒穿褲子啊！這個要讓你站在光裡啊，倒車接人啊！我個人感覺任志平老師不好的消息啊，恐怕國慶節前後吧就要出來，我們拭目以待吧。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